簡單易做又十分惹味嘅氣炸雞腿。500g 4個雞腿，每面切2刀，2湯匙米酒，1湯匙蠔油，1湯匙辣豆醬，1湯匙海鮮醬，1湯匙蜜糖，攪勻。將醬汁淋落啲雞腿度，掃勻，醃30分鐘，中途反一反。將醃好嘅雞腿擺落去氣炸箱裏邊，淋上一半嘅醬汁，掃勻。360度華氏，即180度攝氏，氣炸12分鐘。取出，將雞腿反轉，淋上餘下嘅醬汁，掃勻。325度華氏，即係攝氏160度，氣炸8分鐘。睇下，好靚啊！